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留学代办的广告，上面都会写说他们家保证录取美国名校，或者是保证录取美国大学什么之类的。而很多学生或者是家长看到这个保证录取这4个字呢，就会从他们的口袋里面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给代办去帮他们办留学。但你知道吗？保证录取这4个字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。娃娃 TV。美国大学除了看成绩之外，还要看申请者的各种经验，像是课外活动啊、比赛经验啊，或者是得奖成绩之类的。那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学霸，又有很丰富的各种或者是某种经验，那代办一定会很有自信的跟你说，你一定会被保证录取。废话，那么优秀的成绩跟经历，当然会被保证录取啊。其实也不一定啦，有些人是很优秀没有错啦，但就是过于自信，申请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优秀处表现出来让学校看到，所以导致呢没有被录取。所以这个时候代办就很重要啦，他会教你怎么撰写优化自己的申请资料，让学校知道你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。那如果你是一个成绩不好或普通，也没有什么其他课外活动经验的学生的话呢，那留学代办对你说你会被保证录取，这个你就要思考一下，并且你要问他们的保证录取具体是怎么做的了。OK， 代办的保证录取呢，大概会有3种方法啦。第一种也是比较合理的呢，就是通过补习来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成绩，跟指导学生去参加一些相关的课外活动之类的，来提高他们的背景经历，以达到学校的录取标准。那第2种方法呢，就是让你保证录取那些不是说很好的学校。很多留学代办呢，会跟一些比较中下等的学校或者是社区大学来合作，把一些成绩比较不好的学生送过去，以达到他们的保证录取。而这些学校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较不好的学校，本来就招不到什么学生了，所以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入学标准了。那社区大学有一点不一样啦，社区大学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谁都能读的大学，它没有什么录取标准，只是国际学生需要达到托福的最低标而已。那读社区大学还是可能可以转到名校的哦，我就是一个例子。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话呢，你等一下可以去看我其他社区大学相关的影片哦。好，那第3种方法也是最不可取、风险最高的呢，就是做假的保证录取。我刚刚有说过，保证录取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你要不是本来就很优秀，就是要花时间来把自己变优秀，没有其他的捷径了。那有一些留学代办还是会宣传，就算成绩很差，也可以保证录取美国名校。大家想想看哦，你都不用努力，不用读书，成绩很差，你只要花钱，你就可以读名校了。哇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？不可能嘛！但很多留学代办他们就是做得到。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就是帮学生篡改成绩单做假的经历啊。很多学生跟家长他们其实并不一定知道哦，他们以为这个留学代办是跟一些名校有合作，所以可以有办法让他们进去这些学校。殊不知这些代办在私底下却是帮学生做假的成绩单、假的推荐信、假的经历，把学生包装成一个大学霸，以达到保证录取的目的。大家还记得几年前美国有一个新闻事后，美国这边有好几个政商名流，甚至还有明星，他们通过中介、造假跟贿赂学校人员，把自己的小孩送入名校吗？我当时就有特地做了一个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等一下去看一下哦。好，那通过这种造假的方式进入美国大学的风险其实非常大，这一旦被学校发现呢，是会被取消资格或者是被退学的哦，而且你也会留下污点，一辈子再也没有办法再申请这些学校了。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听到那种说一手包办的，那就要注意了。基本上成绩单这种东西呢，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学校跟学校申请的，并不能交给代办来办。那代办能帮你做的事呢，基本上就是帮你列出你申请学校所需的文件，提供你意见，或者是帮助你提高成绩跟经验背景，跟帮你撰写翻译或者是优化你的自传学习计划之类的东西而已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希望大家不要被保证录取这4个字给迷惑了。保证录取不是这么简单的，要选呢就要选真的能够帮助你提高成绩来达到录取标准的，而不是花了一大堆钱来买一个作假的高风险服务。
好，我是 Lisa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，Lisa 的会员制度也已经开始了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 follow 按一下赞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